喂 ，Hello 兄弟姊妹們，你哋好啊！一進入咗馬年咧，好多發展商咧都急不及待推出佢哋嘅新樓盤噶。嚟緊2026年3月首推有幾個新樓盤值得介紹俾大家。咁嚟緊我哋咧會分開1至6集，每個樓盤分別介紹俾你聽，佢嘅好處、壞處、優點同埋缺點都會通通話俾你知。咁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記住下邊 follow 我哋，唔好錯過每一條片啦。做咗30年，只講實話，唔會兜圈，唔會點你嘅香港地道地產代理阿徐。如果你真係想知道最真實嘅地產資訊，喺下邊留言俾我啦。喂，嗱，今日帶大家嚟咧，就係率先睇我哋第一個喺2026年3月第一個推出嘅新樓盤，就係新世界嘅駿悅。嗱，呢個樓盤咧就位置咧就係官涌街嘅56號。佢今次嘅樓盤面積咧其實就唔算大嘅，咁主要都係得64伙，分25層高。咁而單位間隔咧主要都係 studio 啦，至到1房嘅設計，由201尺去到213尺嘅 studio 開放式單位啦，咁同埋255尺至到266尺嘅1房單位。而發展商咧已正式喺琴日咧上載咗樓書咯，咁喺今日仲正式公布埋價錢添啊！咁今日發展商亦都正式公布咗價錢啦，由 studio 嘅408萬6千蚊，去到1房嘅611萬7千蚊。咁其實平均尺價咧就由19,183蚊尺起喎。咁其實如果論翻價錢咧，我又覺得幾抵喎。嗱，因為其實喺附近咧有好多新型嘅屋苑啦，咁都個尺價咧已經超過咗23,000、24,000蚊尺噶啦。因為以佢個地點咧，其實就非常之成熟噶啦已經。即係除咗你話幾分鐘可以行到地鐵站，分零鐘可以行到去機鐵站之餘，咁其實你見到購物啊、食嘢啊、買嘢啊，甚至你行出去彌敦道搭車出去各區啊，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所以其實如果論點嚟講咧，佢係算唔錯嘅。哇！仲有唔講你唔知喎，仲有地道嘅麥奀記啊、澳洲行車公司啊、麥文記呢啲咧，都係附近嘅食店嚟嘅喎。哇！如果呢個樓盤咧，你中意係熱鬧啦或者方便咧，其實呢個位置就真係啱晒嘅。你見到咧行出嚟都唔使100步，就去到啲超級市場啊、周圍嘅商店啊，甚至廟街嗰個夜繽紛範圍都去到啦。咁你話夜晚其實真係唔會悶咯。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呢個樓盤咧，住嚟講咧就頗方便嘅。咁嗱，尤其是而家你知道租務咧非常之好啦。咁尤其是專才啊、學生等等，咁我覺得呢個點咧都幾適合嘅。嗱，因為你翻工咁啲，你行地鐵站、行機鐵站，你去到每一個地方都方便啦。咁學生咁呢度哇，行都行到去理工噶咯呢度。咁啊，如果你話搭車的話，你可以直接去到城市大學啊，甚至你話搭翻高鐵線去到中文大學啊，其實呢度都頗方便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咧租務係一定唔錯嘅。咁如果特別講呢度嘅缺點咧，其實唯一你可以講係留翻期長少少啦，因為呢度咧其實去到2028年嘅3月咧先至入伙嘅。咁嗱，當然對於住嘅人嚟講咧，可能係一個缺點，因為你未喺度住先啊嘛。咁但係如果對於投資者又未必係嘅喎，咁啊可能佢哋覺得啊，我今日買咗，其實都係俾10%已經可以去到入伙先至上會咧。咁其實呢段時間，如果撞着個樓市係向上的話咧，咁如果啲專家講，哇，1年上15%喎，咁2年成30%，即係基本上你一收樓已經賺30%喎，咁啊當然係幾好，係咪先？咁但係當然啦，樓價可升可跌嘅，咁所以成交期嘅長與短咧，亦都未必一定係壞處嚟嘅。咁啊，可能都要睇翻你自己買個物業本身諗住個目的係落嚟自住定投資咯。嗱，如果你俾我睇呢個盤咧，其實我覺得佢性價比咧非常之高嘅。嗱，咁始終畢竟佢個交通啦、佢個購物啦都非常之成熟。咁兼夾佢如果以19,000幾蚊尺計，咁其實起手都係400零萬起啫嘛。咁如果以呢個市中心嘅位置，又有咁嘅交通配套，又有咁嘅全新樓同埋咁嘅發展商，咁基本上我覺得400零萬起步，全呢個區都好少有咯。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加埋佢得64伙，喳一聲冇晒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發展商今次開價咧都非常之保守嘅。咁講真嗰句，60零伙嘢發展商根本就唔稀罕啦。咁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佢1零2萬蚊尺樓下非常之克制。呢個價咧基本上我覺得唔使點諗噶啦。就近期喺佢隔離附近有一個叫做駿悅，都係同一個發展商咧，都係一日沽清嘅。咁所以其實呢64伙，我相信都係一日沽清噶啦。好嗱，預計咧下星期咧就進入第2階段啦，就參觀示範單位啦，揀選你中意嘅單位啦，跟住就落票抽籤。咁喺發展商抽籤完畢咗之後咧，你就會按翻你嘅籌號咧進入去揀樓。希望2026年馬年可以買到你心水嘅單位啦。好，對於樓盤，如果仲有其他查詢的話，歡迎下邊留言俾我啦。
好啦，我都收工啦，拜拜。唉，個個都話收工，唔通真係收到工咩？